来继续来看联合国大会期间，立法院组一团跨党派的许导团，要争取参加联合国。国民党的立委齐卡心临时讲伊无爱去咯，原因是外交部的处长伫昨的记者会讲，无排除用台湾的名加入联合国。齐卡心讲，咱是要重回联合国，并不是加入。伊批评外交部偷渡台独立场，伊认为家己甲外交部理念无同，所以决定不爱参加。我们加入联合国，其实我们的立场都一致的。我们希望说是用国民，最好是用这个首先是中华民国国民。那台湾也不排除。外交部处长甲保选一句可能用台湾两字参与联合国，虽然讲用中华民国优先，不过这个话讲出去，嘛是互脑会切卡心真不满。我们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，今天如果要回到联合国的话，就是重返联合国，这叫做反联，重返联合国，而不叫入联，加入联合国。切卡心原本代表国民党参加立院跨党派许导团，要前往到联合国大会争取咱这个参与联合国，所以因为无认同外交部的讲法，形成临时临调活动，两边的用词无共款。齐卡心嘛进一步讲，互相对联合国大会第2500号决议立场无同。外交部的新闻稿强调联合国大会的决议，敢若讲到中国代表权的问题，并无讲到台湾。我齐卡心认为，依照国民党立场，咱就是中华民国，好由联合国大会接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，接受用中华民国的名义重返。外交部会持续秉持总和外交的理念，也呼吁联合国体系应该尽速接纳台湾，才能真正落实不遗漏任何人的宗旨。这一边跨党派许导团除了宣布讲袂去的齐卡心，当然还有民众党立委赖玉天、民进党立委王正雄对齐卡心讲袂去，王正雄嘛讲遗憾。当然是比较可惜的哈，不管是代表哪个政党，都应该能够去充分的参与，从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角度来参与世界相关事务。出访前发生意外插曲，不过许导团如期出发，要伫咧国际上替咱这一个争取外交能见度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